今日係12月26號 Boxing Day，你知唔知咩係 Boxing Day 呢？ Boxing Day 呢個名聽起嚟好似與拳擊有關，其實唔係，佢係聖誕第二日12月26號，一個充滿古風同埋人情味嘅節日。傳統上喺英國同英聯邦國家，呢一日係向服務社群嘅人表達感謝嘅日子。古代嘅莊園主人會將聖誕晚餐剩下嘅美食、禮物用盒細心裝好，送贈俾員工同有需要嘅鄰舍。呢個溫暖嘅舉動，正係節日嘅精髓，分享與饋贈。時至今日 ，Boxing Day 已演變成一個歡樂嘅購物時節，商鋪紛紛推出優惠，就好似一份送俾大家嘅年終禮物。下次聽到呢個名，不妨諗下佢背後嗰份典雅嘅心意，一份將豐盛與人分享嘅善意。祝大家節日豐盛，喜樂常在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